今天很难得，我们国台语的会友大家一起聚集哈，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你若是讲台语的，你尽量讲国语，好不好？你讲国语要讲台语，你说过要讲改成台语哦，这讲国语的兄弟，你讲愿你平安，咱讲台语的讲祝你平安，这样可以吗？来，我们拱手给隔壁来祝福一下。感谢主哈如果我们平常都2堂合并在1堂人数会增加很多，感觉上很热闹很多教会呢，他们在刚开始建堂之前呢，都会很拥挤，那感觉非常的热闹哇，觉得非常的那个彼此关系非常热络就像我们互祥教会在几年前还没有盖新堂的时候那样那后来我们搬到地下室，就空旷一点了。那现在在这里又2堂礼拜每一堂礼拜大概200多感觉上就比较宽松一点其实那个有一种效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越觉得很拥挤的时候，越觉得这个是非常的热闹，大家很喜欢这样子如果空荡荡，反而觉得好像比较落寞一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武汉疫情嘛那有的教会可能他们的规矩比较严格他会说是不是大家都要戴口罩了那包括说我们的礼拜堂是这个密闭式的空间，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但是刚刚我有点注意到说，刚刚我们在唱诗歌，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因为我们跟隔壁的大楼很近如果我们打开窗户会影响到他们也许他们有的礼拜天还在休息就跟刚刚同工讲说，也许刚刚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稍微门窗关起来，但是现在用讲话大概比较不会那么大声，更可以把窗户打开总之我们都很小心，我们很注意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在这种紧张情况之下都能够有真正的上帝的保守健康了刚刚我们讲说那个国台语合并在一起，我刚刚听到我们的诗会他非常棒他国台语都转得很顺你都不知道他在讲台语讲国语咱的师父会使很厉害，有在准备那其实我们也大家都很习惯，其实牧师现在说台语说国语你有时嘛不会感觉讲我是在讲啥话都听有你就对了这个也是台湾的趋势了我们期待我们就是一种大家彼此尊重跟学习那今天呢，因为较多台语的兄弟牧师主要以台语为主，但是有一些术语的话用国语来补充其实我们下个礼拜又是一个国台语合并的时间了我们邀请台北的林森南路的教会的范大林长老，他要来陪灵讲道有2堂他比较习惯说国语所以呢后礼拜咱台语场嘛是要讲国语就对了当然书会让用台语安尼咱兄弟你若听无清楚会当申请讲我要用耳机来翻译所以咱注意提大家报告啦后礼拜恁若要听范大林长老的陪灵你若讲我听国语听袂介顺我要翻译咱请同工准备有翻译机互你加减听较清楚安尼今天我们要举行和会，大家有一种很热络的气氛，大家也感觉讲互相在关心教会的圣工咱知影讲以前在开和会好像觉得这个会议很冗长啦所以有真侪人讲我都支持啦，我有奉献就好这个我无参加不要紧反而倒是觉得说好像开和会大家反而没有来参加。那我们现在在改善了我们长老在改善说，我们提前1个礼拜发这本手册给你，就是说你如果关心教会的事工议题你可以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很认真的看那就不用在开会的时候再重新报告一次。因为古早咱基督教会就注重和会开和会的意思就是说，让1年的事工报告给所有的会众知道，特别是会员知道那以前因为没有那么好的手册印刷，所以都是要靠每一个
报告者用口头报告啊，给大家认真来听哈啊，所以以前开会真的是要这样子。我现在也资讯很充分了哈，甚至有的教会已经开始在做登记说啊，我们不要浪费那么多的纸本的东西啦，你只要把那个电子档我收得到，我看得到就可以啊，你不用印给我啊，我就不拿哈。也许我们明年可以试试看哈。意思讲免遐侪本啊，印遐侪本啊，大家迄个纸吼啊，用一遍了都无用到啊。啊，那给了一个家庭一本嘛是会使吼，一个家庭一本啊，我们要翻阅啊资讯，我的奉献，还有教会的这个行事历，那一本就够了啊。也许我们明年可以提早问看看，大家觉得说我不用纸本的啊，我们就把你的名单哈登录起来这样子哈。感谢主，我们教会呢啊各样事工在很多长职，我们的所有的侍奉团队，还有各牧区团契，还有各这个特别的一个单位福音的单位，大家努力在参与哈啊，一年52个礼拜不简单哈啊，我们把它完成奉献给神，愿神亲自降下恩典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啊，在我们开会之前，牧师用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有平安得坚固的教会。那这个话语是从我们的使徒行传9章31节出来的。使徒行传9章31节，这段经文呢有现代中文，还有台语啊，所以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啊，所以我要邀请大家哈也练习看看，先来练国语的哈，一起同声来念这一段好不好？预备来。当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地的教会有了一段平安的时期，教会在敬畏主，在圣灵的扶助下建立了起来，人数日日增加。好，这是国语，大家都平常习惯一起练哈。现在是台语的哈，天台语的哈。啊，牧师练，那你如果会练，一起跟着练一下好不好？来，那时犹太、加利利、甲撒玛利亚各所在的教会拢有平安，那坚固发展，所行所做敬畏主，得到圣神的鼓励，人数一直加添。好，加添也使，加添也使。哈，啊，咱那传统的台语是加添啦，加添安尼哈。好。另外我们又读了11章19到26节，等一下会再做一点分享了哈。那今天透过9章31节这句经文有几句重要的分享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哈。第一个就是有平安的教会啊，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有特别提到说，当时犹大、加利利还有撒玛利亚各地的教会有一段平安的时期。好，他就这样讲，有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教导了哈。这段经文大概是记在9章的地方，你如果从第9章整章把它看一下，或是看标题，你就会知道说这段经文就是在记载保罗信耶稣。保罗原来是在逼迫基督徒的，带领人去敲街一块呢。但是他在大马色遇见了主，他就悔改了。悔改之后呢，他就禁不住哦，因为他本身已经有那些圣经的学识啦，所以他一转，好像那个开关一转，他认识了真正的救主耶稣之后，他把旧约的资讯完全都跟耶稣的救恩连接在一起，所以圣经就记载说，他信主之后，马上就在大马色，就当时他在信主之后的地方啊，随时在大马色继续就给他传福音嘛呢。但是遇到一件很特别的事啦，因为保罗之前是专门带人在抄基督徒的家，怎么突然在讲耶稣是主呢？耶稣是基督呢？哇！大家沙龙无讲到底你是安那，你讲唔到药啊？要安尼，所以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段经文大概就是写这样子。那后来呢，他还到耶路撒冷。那如果从这一段这是最后一节了哈，9章的26节开始读，
就知道说，原来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了。他有一点要赎罪的意思，重新对当时那些基督徒逼迫的基督徒要认罪，而且对当时官方当局，无论是罗马的这个殖民政府，或是犹太的那些领袖，换他向他们传福音了。当初我是跟你们合伙的，在逼迫基督徒，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已经悔改了，我认识了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就在讲这一段。有的圣经学者在研究说，为什么他会讲说有一段平安的时期呢？因为讲就是讲跟保罗可能有关系。以保罗进行足积极，带人去抄基督徒，和基督徒走到死过味啊吼！现在保罗已经信主啊，所以要大平静落来就对啦。所以这件代志跟保罗有关系呢吼。但是呢，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好像是一个独立的段落。那不管如何，这个就是在保罗开始传福音之前，他信主传福音之前这段时间，他说教会有一个平安的时期，这样子。这段经文虽然很简短，但是画龙点睛，记载主的门徒开始传福音的成果。这个成果非常让人惊奇哦，因为他说传福音的区域就是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3个地区，教会都大大的成长。那这些教会的成长，他圣经就简单的描述，就好像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哈。他说各地教会有一段平安的时期，因为当时呢受犹太教跟罗马殖民政府的逼迫，教会有平安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台湾这个地区相对的非常的自由教会聚会没有人在禁止你，但是有很多地方，尤其现在的中国，聚会都不允许，还要被躲在那个乡下或是在隐秘的地方，十字架被拆掉。这种情况，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呢，有一个安静的时期，能够休养生息，那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好，那这段经文刚刚我们读过了哈。上帝让初代的教会有一段平安的时期，好像一种休养生息的感觉了哈，一种休养生息的感觉，感谢主。那上帝让这段时间信徒在信心有得到坚固，真理得到扎根，而且在过后，包括保罗，他们都遇到了整体全地中海地区的罗马政权的一个统治之下的逼迫。那个逼迫就不只是犹太人的逼迫了哦，是整个罗马统治的地区完全是跟基督徒是敌对的。那直到主后300多年，那是非常长的一个挑战了。但是神兴起了保罗，神兴起了初代教会那些使徒，让这个基督教的根不只是没有消失，而且是坚定的定根在上帝的磐石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所以在面对逼迫有心理准备，而且还受到圣灵的扶持跟安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得平安有2种，一种是消极式的平安，反正平静无事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这种平安是消极的，因为有一点类似逃避的意思啦。但是另外一种平安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平安，这个平安是超越困境的平安，虽然有艰难险阻，但是却能勇敢的超越。难度有困难都走就好敢是揪起来就好敢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台湾有一点不安全，对不对咱台湾有段时间，比如迄阵退出联合国啦，迄阵什么迄个美国跟中国建交啦，一大堆人烦恼呢赶紧款的财产处理力讲搬去美国呢，有影，这嘛是一个逃难的方式啦。但是如果你不面对，有时候逃到哪里都一样。那我们台湾也是经历了这些惊涛骇浪，走到现在还是不平安
因为中国还是用武器在对付我们呐。不过，一种自信、坚定，那个才是面对挑战的一个方法。你因为有坚定的心，你就有真正的平安。事实上，我们今天就是在面对武汉肺炎的挑战。那很多人一种逃避式的、恐慌式的、无缘无故惊到安尼，我嘛是麻烦呢。嘛袂当戆用对无吼？戆用就是讲无咧惊伊，无咧了解迄个卫生知识，还是讲政府的宣告，你乌白母嘛袂使。所以要有智慧，又有信心，而且能够超越困境，那就是我们面对武汉肺炎挑战一个最重要的事。大家配合政府的要求，咱有一寡公共的规范，大家三甲配合。大家吼唔通安尼四过走，四过乌白去感染。大家人应该挂口罩的时阵挂口罩吼。应该洗字爱洗手，洗好清气。咱大家做好，咱就有这个把握，咱的安稳跟盼望。那这样的信心，就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所以上帝互平安伫教会，咱人望咱的教会有真正这款的平安。第二。那教会的经文的就是国语的圣经，他这样讲说，再来就是敬畏主，行事敬畏主，这是第二项。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教会，他在教会各样的事工、节目、活动，一切是以敬畏主为优先，不是一群热闹好玩，那回家庆这个狂欢，不是哦，是因为我们。有目的来教会是有这样的使命的，有目的的是以敬畏主成为我们做事的一个准则。那这样的教会，它就会有成长、有力量。那敬畏主的人就不会有骄傲跟私心，也才能从自己的过犯中离弃罪恶，改过向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谦卑自己。特别是在这一次的武汉疫情当中，我们有一种心态，就是说：上帝啊，求你怜悯，因为我们人类呢太骄傲了，太自以为是了，太觉得自己才是厉害。那没想到，在这种无形的病毒侵袭之下，人有一点无可奈何。最顶尖的医生或是顶尖的科学家，他还是要有十足的防备，才有办法避免这个病毒的侵扰。不是你聪明或不聪明，或是你强壮或不强壮，病毒同样一视同仁。那基督徒就是用这种心态面对父神，求神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看到自己的渺小跟不足，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被神所重用。敬畏主的人，凡事虚心。寻求上帝的指引，不固执自己的己见哈，无讲我家己讲的才对啦，我做的较是对，别人拢唔对，别人拢较笨桶，我较牛，唔是。不固执己见，不以为自己所说的、所做的才是不可更改的真理。那这个就是一个敬畏主，因为我们凡事会虚心寻求神的旨意，咱会认真读圣经，会当看上帝话安怎对咱讲。咱会用祈祷听上帝的声，知影上帝爱咱的旨意是什么。那个人是这样子，一个团队更需要这样子比如咱的小组咱的中执会咱的这个团队，大家是在寻求神的旨意耶，而不是说觉得我所做的才是对。那这个就是一个教会一种氛围啦，这个文化。这个文化就是愿意在神的带领之下。以神的旨意为旨意，那这个是敬畏主的人。那还有敬畏主的教会，它就是一个谦卑自省，凡事尊主为大，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的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富强教会有很多美好的榜样，我们很多资深的会友，我们很多教会的平信徒领袖，他们自己有这样的模范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小组长，我们很多会友，
基督徒，大家不居功，常常在服侍神的恩典之下，大家愿意走上第一线。最近咱的这个武汉疫情，咱教会感觉讲，政府都宣布讲，咱现在还没有封闭的时间呐，台南地区相对的安全，但是我们要按照规矩来。第一个，请大家如果要戴口罩，尽量戴，没关系。我们在进礼拜堂的时候，我们要喷酒精来消毒我们要量这个体温这样平常我们招待的人数是有限的突然间要增加很多出入口2楼也有，那我们在1楼也有，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赶快呼召说，有没有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参与一下来帮忙这大门要来给大家安尼服务那又就很多弟兄姐妹大家都自动轮流排好。那若要讲较自私的讲，我徛伫遐一大堆人拢先经过我，若要感染我就先感染大家嘛先招离开但是他们就是愿意，觉得说这个是神给我的任务，我要服侍主这个就是一种敬畏主，我们愿意为大家来服务。所以一间教会它如果是自省凡事尊主为大，它就会有一种敬畏的虔诚的气氛。其实呢，一间教会在会感动人是我们彼此看到看无家己啦敬畏上帝，迄种的气氛是上容易感动人的。不是讲我有偌多才调，我有多才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没错，但是一种谦卑的态度，敬畏神的态度，这个才是被上帝所尊重的。第三个是受圣灵安慰的教会，受圣灵安慰扶助的教会。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它有说圣灵的安慰，那有的翻译写扶助，我觉得这2个字都有它美好的意思服侍上帝是一种义务的付出啦，但是有圣灵的安慰才有力量坚持下去。事实上，我们70-80%的服侍者，你都不是全职的，你都是义务的工作。那义务的工作，你怎么样找到你的价值呢？当然不是用金钱嘛，也不是用什么礼物嘛，一定是因为你自己找到了你的一个价值观，你学习或是你成长的一个动力，也许是一种喜乐，是一种成就感，是一种帮助别人的一种快乐，或是觉得神给我更多的恩惠，给我更多的祝福，那这个才是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得到力量的一个方法一个力量的方法。那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把受圣灵的安慰把它翻译成受圣灵的扶助了受圣灵的扶助，那真的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翻译。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之下得到这种力量才是更重要。所以呢，传福音或是教会服事，不是靠自己的才智跟能力，而是要圣灵的扶助。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所做的事情即使不完美，但是以你的态度完美，你的这个侍奉的方式是尊重主，尊主为大，就会呼召很多人愿意一起跟随。其实我们在教会很多领导者，他们自己很谦卑说，牧师，其实我也不是比谁厉害我的恩赐比谁多，我只是觉得神要我在这个岗位上做，我就是尽责任，然后神就会呼召更多人参与在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更会看见说，有圣灵的帮助，很多艰难的环境会被化解，坚固的心会被转化，福音的种子会被种到心田里面，忧伤的心灵才会受到真正的安慰。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主，无论是做台面上的工作，或是背后幕后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你一些困难就会被化解掉。这是我们服侍主一直持续不会倦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第四个是
得着坚固的建立的教会。感谢主，我们呢在信仰上要得到坚固。基督徒有好的见证，对福音的真理有正确的认识，这个就是最重要，信仰跟信心被建立到。我们教会在不久就要举行第2期的门徒训练。那除了邀请我们的去年受洗的弟兄姐妹之外，那么邀请讲你较早无完整得到一个基本圣经真理的教导的兄弟，你把时间奉献给上帝，讲我要用17礼拜的时间，用拜3用暗时也好，用拜6也好，我就是来好好安尼用这本手册经过咱这的组长还是咱的讲师来讲解，我要把圣经的真理非常有系统的把它学习起来。那这个就成为你一个很好的基础，将来你读圣经你听讲道，你研究神的话语，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架构的，就一个壳，那个壳会愈添愈多，愈添愈多，这样就会融会贯通。这嘛是咧期待咱的兄弟，你赶紧来报名吼！咱这个17课的这个门徒这个训练的课程，咱伫信仰上有好的见证，有真理，咱就会受建立，咱才会成长就对了吼！咱所以看见圣经有记载讲，安提阿的教会大先互人称作基督徒，因为不是人讲浪得虚名啦，是因为这一群基督徒呢，他在当时受到好多位很有杰出的传道人来帮助他们建立信仰。那这个有两个原则，一个是有优秀的讲师有优秀的训练者但是嘛有一阵欢喜接受训练，对不？你欢喜乐意接受操练，无想讲我拢会我拢知我回头来好像重新归零的感觉，重新来学习安尼所以那段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2段经文那我简单带过，伊讲因为司提反的代志受迫害到四散的信徒，因走去到附近的地区啦。因当时敢若对犹太人来传道理，但是伊讲，不过有其中一寡塞浦路斯甲哥尼奈的信徒到倒位到安提阿，就是已经离开以色列的境界了因希腊人传道，就是原来是受苦的这的会友，因为受迫害嘛，逃走，无想讲因逃走，不是去迷起来，伊是颠倒，因为分散所以四过拄着人就传福音，伊伫迄个哥尼这个哥尼奈甲安提阿遮拢甲希腊人，就是不是迄个犹太人传福音，对因讲起主的福音。所以21节讲，主的快乐甲因同在，信来归主的人也真多安尼。哇，人一个坐起来因为遐个会友因都热切来甲因传讲耶稣是救主，甚至因会当奉主的名来祈祷行信者，但是呢，对上帝真理无讲真了解。所以这圣经就记载讲安怎呢？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因就派什么人？派巴拿巴去安提阿。咱知影这个巴拿巴虽然不是12使徒其中之一，但是伊是一个足关键的角色，因为就是巴拿巴甲保罗带入去耶路撒冷来甲这基督徒见面，因为这个大歹徒较早咧陷害基督徒的，即嘛要甲这基督徒做伙好佳哉有这个巴拿巴伫边仔看线，你看这个和事人偌重要，这个中间人偌重要，这个介绍者偌重要。所以巴拿巴唔那是有这款的特质伊个是一个真够宽免大家所以而且讲巴拿巴一个教会看到上帝有使因运费就欢喜，宽免因大家就专心一意来信靠主。而且巴拿巴不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教导者，伊个是一个高提拔提拔少年人，还是讲提拔其他的人的一个温度你看圣经安尼写，讲巴拿巴是好人，圣神充满，佮有信心。迄时有真侪人信主，伊是一个好人有圣神，佮有信心，而且伊有提拔人。你看后来巴拿巴去大数找扫罗，
因为巴拿巴带扫罗去那个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准备要介绍给那些门徒啊。但是当时刚开始啊，是被排斥的，有点觉得说，你当初对我们那么凶，我干嘛接纳你啊？犹太人啊，对于反感，知影讲你背叛阮，这基督徒嘛惊讲你到底对阮是安怎？所以个倒转伊的故乡大树。但是呢，巴拿巴知影这个是上帝差遣的，上帝特别用的，所以伊去大树把扫罗找出来，找出来创啥？找到就带伊去安提阿，足足1年久，因两个甲教会人聚会，教是真侪人。所以兄弟姊妹，阮基督徒这3字啊，毋是讲我伫我的大门口写一个“阮是基督徒”，人就要甲你称呼做你是基督徒。是你这阵安提阿的会友认真听道理，认真行出耶稣基督的教示，阁有这2位好的老师甲因教，认真学。讲1年久，你看因是读1年呢，咱读17礼拜尔啦，1年学真多，所以门徒叫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就是对遮来。感谢主，咱这2万咱的会友也是这款的这个能力甲进步第2项是伫服侍顶面、甲见证顶方面得到坚固、甲建立。兄弟姊妹，一间健康成长的教会，拢是无私认真参与服侍的同工啦。因为这群人才会当伫服侍见证上帝，伫信仰上得到坚固，伫各种的方面，互上帝所祝福。所以伫行事、伫见证方面、服侍顶面有见证，这是真重要、真好的事我会去较早我看过一个讯息啦一个讯息是讲美国因咧统计1年中间青年人义务工作、奉献义务青年时间拢总偌济啦。比如讲，咱即马迄个工时1个小时的那个打工大概150几块，对吧？伊就用安尼来甲算。美国这青年人伊参加公的、私的这义务工作，甲算起来，讲这青年人1年的产值啦，来用薪水来折算，还是讲1个小时的工时来折算，有1500亿的美金，1500亿的美金。这是佫较早的统计加拿大的义务工作的产值，甚至超过他们国家的那个家畜啦，就讲遐动物啦、鸡啦、鸭啦、猪啦，迄款的生产甲销售的总额，非常非常的这个吓人其实咱若要讲用咱富强教会来讲，咱的教会初步统计，差不多有70%的兄弟参与伫服侍工作。咱最近因为我们公立的学校，我们的政府他会鼓励青少年，讲你去服务我就给你签名，1点钟就给你，给你1点钟的时间时数将来你申请学校，这是你的分数就对了所以咱青年你若注意看楼骹咱的心灵转角，有个小朋友、年轻人在服务你，那个就是工时他就会登录若真正咱叫咱富强教会兄弟做伙。那大家人服务的时间都给记录起来，真的也不输美国这种全国的一个统计的数字。因为我们教会就是有一群愿意服侍主的人，愿意被神所用。因为你的价值是在于被神所祝福，你得到各方面的恩惠。感谢主。最后我要讲的是讲，咱照这个经节写落来伊讲若有头前这的祝福当然了，顺理成章的，它就会人数渐渐加增所以人数日日加添，不是一个口号，是有遐实质的对啦。因为咱看圣经讲当时的教会有平安嘛，教会敬畏主嘛，有圣灵的辅助跟建造嘛当然它就是会成为一个成长的教会。那但愿我们能效法初代教会，蒙上帝的恩典的一个模式一起为富强教会的成长复兴献上祷告。
也为侍奉的同工来代祷哈。那相信讲，我们虽然有一些事工的方式或是时间不一定完全每一个人都很满意的，但是我们只要走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个原则走对了，我们就发现说这些条件的配合，教会人数就会日日加增，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